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8月初10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北市出现天狗的病例是住伫台东区的个案，疾管署表示，到今全台湾天狗的本土个案计共有1261个，提醒民众爱加注意。空军拜六要伫青泉港的空军基地举办活动，今仔日进行空中演演的时阵，有一台 IDF 的战机发动机各样赶紧降落。过来让12档搁再出现阿米巴假升糖食脑的案件，有一位女性引发脑膜炎，一礼拜来就过往。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台北市伫昨昏出现第一例的本土天狗类的病例，这个个案是住伫台东区，7月30出现镜头，测试通报，伫昨昏确诊咯。这疾管署是表示讲，到今全台湾天狗类本土的这个个案呢，计共是有1261个。虽然讲普遍来讲，这8成外拢是伫个台南，也毋过全台湾10个县市拢有个案，所以提醒民众爱加注意。工作人员沿路转药水，每一角是拢爱斟酌处理。因为台北市台东区出现台北市头一个天狗热的本土个案，是一个10多岁的囡仔，有台南旅游史。7月30出现发烧、流凊汗、舔头一挂镜头，测试通报采检，测到确诊。会来烦恼啊！看到脏的东西，笨手阮家己去清啦。大家出来，甲咱边周遭的环境整理者。积水容器清除一下。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现场视察消毒的状况。蒋万安表示，测试个案到病院采检，初5到初8，就随针对个案徛过100公尺以内的所在清消，也健康监测3个参个案带作伙的人，甲附近的居民，目前状况拢稳定，无症状。我们大同区这边，我们希望就区域性的部分，再一次的加强相关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各区其实也都必须严阵以待。平常我们就有在监测那个蚊虫比如以前常比较大的，像士林啊、北投啦，我们大概都有做了那大概来讲，就是我刚才提到嘛假如说有点偏高的问题，我们就马上做一些清消的动作。疾管署统计到初9为止，全国天狗类的本土个案计共有1261个，台南市占8成外。疫情拖向北部，苗栗、新竹、台北拢出现个案，计共全国10个县市拢有疫情。疾管署提醒，若有积水的容器，就要倒掉，也是盖挂；若有发烧、头痛、目眶痛、身体酸痛这挂镜头，就要赶紧去予医生看。记者龚正春由台北报道。过来让12档搁再出现阿米巴假升糖食脑的案件，这是一个住伫北部的30多岁的女性，伊呢因为伤热去耍水，结果煞互假升糖对伊的鼻孔走入去，引发脑膜炎，一礼拜就过往。业者目前是已经先停业，现场环境全部消毒。日头赤炎炎，天气有够热，不少人乱去游泳池、溪边耍水。暗过伫耍水时阵也要注意，因为新北市一个30多岁女性最近无国外旅游史，7月1日出现头壳痛、肩胛头、颔棍硬食症状，所以去过发烧、畏寒、头壳痛、颔棍会痛，过救紧去看医生。发病进前，目去室内亲水设施佚佗，因为病情进展真紧，伫8月初1死亡。经过采检确诊是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糖感染所致出的脑膜脑炎。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虫好发于夏季，自然水域戏水时，应避免搅动底部池水或淤泥。疾管署表示，这是近12年来第一摆看到，也是过来2年来第2例个案。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糖是淡水湖。河流当中自然生存的大细胞假升糖，真爱温暖的环境，应生存在46度的温热环境当中。在较悬的温度之下，应低渐进化。可能传播的情形是民众伫自然水域活动时阵，将含有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糖的水注入去鼻孔，个因嗅觉神经进入脑部发病。因为无适当的治疗方式，致死率是真高。阿米巴原虫其实它必须要专门的单位去做检验，它的诊断比较困难，而且也没有什么公认有效的
一个药物可以治疗，所以它的致死率可以高到99% 以上。目前新北市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有风险停业，加进行环境清消。裁剪环境检体与水质检体，后续由中央带回检验，以厘清感染源。待业者完成清消后，将再度前往稽查。医师强调，这种假性糖主要是假性伫淡水环境海水是白，民众若要耍水，唔通去无消毒的水性，也要避免砸掉，甲掺到水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咱的空军伫拜六是要伫台中的青泉港空军基地举办航空嘉年华的活动，也毋过今仔日伫进行空中仪演的时阵，雄雄有一台 IDF 的战机发动机各样赶紧降落。青泉港的基地拜六是要来举办航空嘉年华的活动，今仔日是义演，但是呢，其中有一架 IDF 战机伫咧表演的时阵，发动机煞各样是赶紧降落。空军司令部是讲，管制人员有发现发动机出现问题，所以随通知飞行员，目前人甲飞行机拢平安，后手也会查明原因，继续检查维护。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前国务次卿克拉克，伊让3档了后，搁来台湾访问。今日早起是去见咱的总统蔡英文，伊讲希望会当强化台湾甲美国伫咧商业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美国众议院伫咧顶个月也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要对抗中国定定阻碍台湾参加国际活动的行为。Good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过3年，佮看到好朋友蔡总统看到来访问的美国前国务次卿克拉克，是展现热情欢迎。接诊了后，专业学者的克拉克即摆用科技外交官的身份访问台湾，希望强化美台四部门伫商业、科技等领域有更较侪交流合作。今天很高兴看到克拉克主席再次率团来访，继续推动台湾和美国的合作交流。A critical imperative of the global tech security strategy is bolstering Taiwan's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nd yes, sovereignty, which is why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ed forming a Taiwan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at the Kroc Institute. 美台活动闹热，美国联邦众议院7月是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组成联合国大会伫2758号决议，无干涉台湾，希望对抗中国当年就扭曲这决议阻碍台湾的国际参与。前美国国务卿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州华府智库学者伊木村认为，这法案应该用正式成做美国法律，显示国际社会讨论台湾议题已经180度的转变。This is the first step to address a tremendous injustice and humili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t shows that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Taiwan issue is being discussed globally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伊木村指出，年代伫2500号决议是台湾地位极度危险模糊化的开始。美国自此实行一中政策，毋过无承认中国一中原则内底，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也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现状。根据将近90%台湾民众的认知，现状就是不甲中国统治，也无宣布独立。台湾事实上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虎航这礼拜有一台 IT-237的航班伫咧桃园机场降落离开跑道了后，结果副机师煞雄雄身体无爽快，机长是随通知人员请求支援。这架飞机在桃园机场落地之后呢，大概在2点40分，这位副驾驶失去意识。那航机由正驾驶滑行到停机坪停止之后呢，那这个驾驶恢复意识，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我们依据这个重大飞航事故的调查相关的作业程序，那包括我们的调查作业处理规则的第5条，那第15项就是组员在飞航的阶段他失能，那我们进入调查。那这个案子我们目前已经立案调查。虎航表示，这架飞行机停好势了后，副机师随送医治疗进行检查，目前人已经出院。虎航是讲，伫第一时间有主动向主管机关来提报，即马由运安会来进行相关的调查，虎航也会积极来配合。
继续咱要来关心的是诈骗的事件是愈来愈离谱咯。伫宜兰有一个姓吴的男性，伊甲警方讲，伊互人抢300多万，结果警方来调查所发现讲，原来这是一桩乌食乌的案件。原来这报案的人甲嫌犯是同一个诈骗集团，因两个人有讲好势要搬一出去，甲骗来的300多万变做合法的钱。诈骗车手伫便利商店用车手摕到骗来钱了后，佫行到另外一间超商，煞伫超商外口被抢，就较紧张。被抢的这50多人向警方报案讲，家己333万互人抢去。警方调查发现有问题。手机来，手机不要动。警方伫台中饭店掠到抢匪50多人顶3人，才发现原来报案的5甲3个抢匪拢是诈骗集团成员。因打算透过演一出抢案乌食乌，互骗来钱加做歹势，方便私吞。警方也伫这人吉人细找所在，敲到270万。专按照早期罪嫌上班，佮将钱全部还予被投资诈骗的洗钱被害者。这个歹徒虽然这个演技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很狡猾他不但的变装，而且换车制造断片那抓到的同时3名歹徒立即反咬当时的被害人，就是这件案件的主谋。同款的犯罪手法伫新北市永和有2个查甫人，讲是诈130万现金，要甲北部买车，到捷运站落车了后，互人抢去，佫足甲脚底受伤。发现疑似该报案人为诈骗车手想要侵吞该相关款项所以谎报抢夺案件。警方发现2个查甫人无法度详细交代现金来源甲用途了后，2人才承认担任面交的车手，甲共犯演出乌食乌，想要侵吞诈骗的钱。警方继续扩大侦办，佮锁定共犯，向警员对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联合病院医护人员今仔日早起是伫和平院区开记者会，因讲卫福部是带头要来霸凌防疫专职病院，因为卫福部竟然要将当初拨予医护人员的这个防疫补助，总共是700多万，全部拢甲退回来。因那卫福部是讲，这桩案件其实要来审查，要确定符合资格才会拨款。别再追杀医疗人员！别再追杀医疗人员！台北市联医医护人员伫和平园区的门口设置医疗专员医师的暗道举行祭拜，考试卫福部机关内乱，牺牲医疗人员的权益。因为医疗人员伫新冠疫情期间请领的防疫津贴，竟然互卫福部对缴，要求爱行752万。主要受影响的是急诊加专职病房的医师、护理师加清洁人员者。在疫情期间照顾到的那一些疑似确诊患者，他们就不是患者吗？我们就没有承担风险吗？工会代表指出，被逼对缴的津贴是110年4月到111年4月期间，也就是晚甲发生本土疫情期间。迄个时阵疫情快速加温，好亲像甲确诊病患快速增加，疾管署通知各病院，疑似病例无需要进行法定传染病的系统申报。不过疫情过了后，医师说伊疑似病例无通报，无被补助津贴，让医护人员感觉真意外。不管是剥皮疗，或者是我们之后成立的发烧筛检站的部分，所有病人疑似跟确诊的一律都有照顾到。你们如果说你们真的照顾的确实是 COVID 的疑似病例，那么法传这边就是让你补传进来，因为我们今天的核发是有一定的规范，我们必须还是要在这个规范的符合的情况下去进行核发啦。对这件代志，卫福部医师是讲，绝对无霸凌专职病院。目前本案也搁伫审复阶段，预定8月中完成复审，若做符合资格，就会核实颁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气象局是针对台南甲高雄发布大阵雷公雨的即时通知。伫早起上班时间，台南市区有足侪所在拢已经淹水，所以警方是赶紧派人来指挥交通。气象局嘛提醒讲，这波大雨会一直落到拜六才会断河。民众骑车冒险经过台南机场路边仔的小路，马上就去到相关单位动落来，就惊发生危险。10号一透早，台南是落起大雷雨，大雨是宣泄不及，溪水是暴涨，甲连德区机场路边仔的便道延伸小河流，佫出现水冲的基景。他的防守线视同命令，我哪敢过？
局的部分是3爷供溪，那没有办法负荷这么大的水流量，所以造成整个从沟渠一直整个满出来了。除了连地之外，大雨雨是主要是上班时间，嘛造成安南区安中路出现浸水的状况。但这目前还阁我嘛烦恼啊，阁剩1点仔个要引入来啊。警方赶动出动人力维持交通，大连高速公路涵洞的卡嘛淹水，造成大湾交流道北上的道路大塞车。而根据南区气象中心统计，上大的雨量出现在安南区破8毫米。今天雨量下最多的是在安南地区哈，我们统计到今天的9点已经有下了100多毫米的雨量。那像比较内陆也有70、80的雨量。那我们中西区这边雨量也大概有达到大概有个80左右。除了台南之外，高雄地区嘛出现大雨雨，别人唔是淹水，连带嘛影响到收成，损失超过2成。我采了8垄，烂了2垄，烂了大概80公斤吧。我们1垄大概40公斤，对。所以也算蛮损失蛮惨重的。对啊。拜四西半部天气无稳定，中南部规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高雄气象局嘛针对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发布大雨特报，呼吁民众出门伫外口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王正坤、陈英坤台南高雄报道。风台带来这波外围环流是霜冻真济中南部的农作物，即卖咧有诶拢冷气搁漚气吼，甚至讲这云林西里的果菜市场有1公斤的菜苋是对25块起到43块，预计上无就要等半个月过了后，才会恢复一般行情。大雨这边没有淹。这在农民来到田里采收白菜，将经歹去卖用无好的菜叶拔掉，受这届连续2个风台影响，中南部蔬菜产地因为落雨有水伤。期期天气好转，但嘛造成叶啊发黄烂去等情况。2分半、3分的话，会收在300捆左右。像这种的话，顶多像我们上一次有收到70几捆而已。有时候就没有1/3、1/4的量而已。这300号落了啊，就浸水啊，抽袂去啊。来不及抽水。系啊，就规个黄啊。西里果菜市场表示，以往市场每天的蔬菜交易量拢在900吨以上。但近期受到蔬菜产地和山顶的各类菜减收等因素，导致交易量仅剩650吨。平均的菜价嘛为风台节每公斤25块起到43块。43吼，伊就起18块出来，起18块你甲看，25加18，涨了快1倍了，涨了快1倍，但是它的量就减少1/3啦。西里蔬菜产地农民表示。落后尾附近，阁需要等待土拍打，啊无造成出个无好等状况。目前只会等赶紧来整地。至于西里果菜市场就预告，这波观菜价阁会持续半个月，要等待附近的蔬菜慢慢上市后，继续再来回稳。记者有报道。伫个家人有一个姓陈的男性，伊欠人18000块的交通罚单，结果厝去互人拍卖了后，这位男性煞来申诉，讲处理的庭事有问题。虽然讲这法院买手是甲伊撤销拍卖的处分，不过即马颠倒是变做新厝主来法院网络。法院是认定讲，其实是执行事有违法，所以甲伊判国赔74万。大50多年的家人祖厝，因为囡仔无交交通罚金18000，3层楼的祖厝说互法院拍卖，一家伙仔走总提异议，到尾执行署依然分数撤销处分。啊，毋过一个姓林的查某人，早就用135万外得标嘛缴清价金，完成移转登记，甚至阁找好买主收定金啊，要以210万块脱手。厝的所有权讲无就无，互伊起价提行政诉讼。法院认定依然分数有违信，判国赔744600块。拍卖程序已经终结了，那所以他撤销的这些行为呢，事实上都是违法的。买到这个不动产之后呢，他另外有要卖给别人哦，那中间这个差额就是所失的利益呢，有744600元。协判国赔的理由合议庭是讲，行政执行制度有高度公益性，尤其是法院拍卖，必须要保障拍卖人财产权甲交易安全。行政执行法嘛明定，伫所有执行庭事终结了后，债务人都袂使搁声明异议。啊，毋过依然分数伫欠缺法院的依据，撤销所有权、移转登记等，建在剥夺得标人财产权，违法是事实。宜兰分署将于收到判决书后，
研议是否提起上诉。宜兰分署回应，虽然判决认定撤销拍卖处分违法，都要交付74万外甲利息，不过以后要查清楚法院是安怎认定，包含建物的密室情形、损害赔偿、请求依据等等，会阁研究是毋是上诉。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每年都要公司化咯，但是即马咧产业工会咧所来提出质疑，伊讲伫咧公司化进前，其实有真侪人离职，所以伫咧卡手无够的情形之下，代替所来禁止人请特别休假。针对这项指控，代替是讲，因为大家请假拢是伫咧同一个时间，所以目前其实即个人力呢是有够的。未来伫咧代替公司化了后，也会继续来招考。代替产业工会对下海会员进行调查，发现有高达83.1%的人拢申请提休假被拒绝的情形，其中有9成被拒之，原因拢是人力不够。工会认为，依照劳基法第38条规定，提休假申请甲排定拢是劳工基本权利，雇主干能用甲劳方协调休假的日期，因为代替不止违反规定，而且无重视人力不够的问题。我就以我工作台北车站为例好了，以前台北车站可以开到5到8个窗口，现在剩几个？2到4个。工会各质疑，依照代替目前员业编制，上常常休未着假的副站长人力经人是完编，代替应该重新评估，是不是因为公司化进前开始有离体制的情形，地数人力开始出现缺口。不过代替回应，这是因为员工请特休假集中在假日运输高峰期，才有安尼情形。假日是民众的需求最尖峰，所以我们的同仁又很希望是假日休假，所以这个就是产生说为什么会请假的时候有一些落差，就没办法全部准的原因在这里。代替回应因应公司化了后，针对需求，目前已经在进行盘点，今年也会招考。针对员工反映提休假被拒绝，未来加强甲员工的沟通，也鼓励较早安排提休假，方便人力的调度。记者综合报道。劳模服务提出要继续请高龄者的这个补助计划，今年是开始来实施。也毋过，因是规定劳工伫咧64岁迄当的8、9月份才会当来申请补助，限制年岁佮限制时间，所以是引起真侪人不满。早起去到劳动部抗议，要求甲限制放互令。高龄就业变失业，高龄就业变失业，劳动部应实质认定。早起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和美丽华工会伫劳动部头前抗议，要求政府继续雇佣高龄者补助计划，要取消申请年岁限制，因为有劳工满退休的年岁，公司讲要继续伫公司吃头路，薪水就要拍8折，不过工作内容和进前的拢相同。薪水一样的工作被打8折，这样是不是有高龄就业的趋势？劳动部为着推动中高龄就业，有提出继续雇佣高龄者补助计划，鼓励公司甲65岁介龄强制退休的劳工留落来传承经验。毋过有规划，头家爱请3成满65岁劳工，薪水袂使降低，企业就通领到政府的补助，上长18个月。只是讲这个规定，爱伫劳工64岁迄当的8、9月才通申请。限制年纪跟限制时间，引起劳工团体的不满。不要只限制64岁，而是我可能65岁的时候也可以来做申请，那这样才能够实际帮助到说我真的是中高龄或是高龄的劳工，他在继续投入劳动市场。刚刚建议的就是有关年龄的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申请期间的部分，我们都会把它作为未来我们在政策修改的一个研议去做参考。针对劳工团体的批评，这个计划有侪雇主拢唔知。而且申请的时间相短，仅2个月。劳动部的代表就接陈情书，嘛表示会甲劳工团体的意见，早登去建议。记者柯嘉珊、林秀凯台北报道。进前有一位读台大的张晋生，伊伫2000年的时阵拍篮球，结果煞熊昏去，全安尼变做植物人。了后这23冬以来，拢是伊的爸母咧甲伊照顾，家属是指控讲校方延误就医，而且呢，这病院处理的时阵，佫无处理好势，才互囡仔变做是安尼款。也毋过，即马学校是敢若愿意来补助因这10冬的费用，家属决定继续要来申请。小孩送到这里来念书，然后他们交给我的是一个植物人，完全没有意识的植物人。这个老母甲因后生的手抓抓的，按到伊的情绪。
老母的目屎是一直流落来。因囝张振生伫咧23年前读台大土木系，有一日甲因同学伫拍篮球的时阵，雄雄奋起，变做植物人。送到台大医院的时候啊，根本救不起来了呢。是他们台大土木系的教官呐，一定要救起来。然后救起来之后呢，要我选择，只有2条路：你自己照顾，要我们杀鹅。代志发生了后，23年的期间，刘振生拢是因爸母24点钟甲顾，2点钟都要甲翻身、搭脚只拼、灌食的、抽痰，大便小便嘛拢有人斗3工。2013年，因捌去台大申请，学校决定，为2013年开始，每一年拨款予因，一直到今年，因爸母搁带张振生为台中去到台大，原因是家属希望2000年到2013年的费用，学校嘛要付予因。不过学校是无同意。前面13年，我们要求一定要支付给张妈妈，因为张妈妈24小时每天照顾她，从55万看可不可以调到65万。8月8号那一封函到我家，故意要气死我，故意要气死我，就是不同意。23年过去啊。老爸对学校想办甲因囝送病院，还佫有病院处理失当等等的问题，也是真不满。学校是佫一届安排张振生甲因爸母进行会谈，看后续要安怎处理。到1个进前，会谈还未有结论。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决定要来排放核能的废水，真侪国家拢在抗议。即摆毋但是韩国甲日本的渔民，甚至连美国的渔民也来表达因的烦恼。有国际团体是批评讲，日本政府这个决策是伤害附近国家的利益。有关日本福岛含川废水特别排放海洋，韩国民间团体会在发起国际线上记者会，串联全球 NGO 甲渔民代表共同发表予联合国各有会员国的联合声明，要求停止伫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废水，废水应该放离陆地。Basically, the IAEA has abandoned the interests of Pacific region countries. They've also abandoned the interests of the Japanese fishing community, is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consider justification. 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拢渔民代表上线中声反对到底意见。即届嘛，美国渔民出席，反对排放川水对全球渔业有短期更高长期的冲击。There's no way to clean up after it's dumped. It's terrible. 台湾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嘛，搁一届强调，排放时间有30年这么长。2021年的调查嘛显示，台湾有86%民众表示惊吓，袂当接受排海。Japan must withdraw such a plan. The release of contaminated water is not a one-off discharge, but rather a program which will have transnational and transgenerational effects. 这份反对川废水排放的国际联署书记者会了后，会提交到国际各大组织，包括联合国、国际海洋组织、东协甲太平洋岛国的论坛等等。参加人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伫陆地顶头处理好川废水，甲川废水排入海洋，并无得到全太平洋国家的同意。记者林桂俊林台北报道。伫法国的东部有一栋专门提供予新疆人士的别庄发生火烧厝的意外，造成11个人死亡。官方即马是当咧调查原因，也会检查这栋别庄敢有符合安全法规。消防员早起6点半接到火警了，赶到现场，规栋便庄已经拢导火啊。厝内有28人，其中17人逃出。虽然尾已经控制火势，不过这栋2层楼的建筑，一直到下晡准备派搜救犬出动的时阵，拢还阁穿火痕。消防员是讲，开火灾警报的别庄处处，因为伤过头就惊煞送医。The people who managed to get out were on the ground floor. A few people who were on the first floor were able to escape, but not all.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rubble, many collapsed sections, and a floor whose stability is very uncertain, which makes progress and search operations difficult. 初步判断，导火点可能伫2楼。这个建筑1楼是石头起的，2楼是木材建造，小在地传统风格。不过木材部分才有可能就是火炭正紧的原因。
C'est que vous attendez tous l'origine, qui serait vraisemblablement pour le moment un feu qui a couvé. 检察官是讲，这个厝卡拢有小可地理障碍，伫两个相关协会的赞助来这个所在佚佗。这个建筑是毋是符合安全法规，是调查方向之一。法国总理博纳迄天视察火灾现场，遗憾的宣布找到遗体。法国总统马克宏伫由 Twitter 改名 X 的社群媒体大文表示哀悼，并感谢所有投入搜救工作的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另外，伫欧洲北部这几天也出现风暴，这大水河是一直落，瑞典甲挪威有几个所在，毋是做大水，就是土石流。伫咧挪威的南部有一个大坝崩花，千外人是赶紧撤离。也那瑞典有名的储水场所奥勒市也互河水淹去。大水河一直落，道路严重积水，高团出土石流在前，真侪人被逼撤離家園。Faderen var ute når det kom, og det lyste opp og buldra, og det var til å redde, da. Så vi begynte å springe, og du bare så bak at det kom store steiner og busker og mye vann og masse jord. 强烈风暴汉斯伫北欧滚架，最近这几天大水河成灾，挪威南部一个水力发电厂大坝出现部分爆花崩起，大水不止引起电厂甲水尾的社区各带来土石流，有厝甚至互大水冲走，弄气球，加上是互人心惊惊。中国紧急撤离附近社區上千嘅居民，部分交通被迫關起來。16 stengte veier i 12 kommuner, det kan fort endre seg. Og banen er stengt, så det har skjedd en del på grunn av rasoverflømmelse. Det har skjedd en del på det området. Og så er det sånn at det er evakuert en del hjem, og da må jeg få lov å si at både kommuner og nødetater og andre beredskapsaktører gjør en kjempejobb i den situasjonen vi står i nå. 氣象專家指出，漢索風暴為地中海帶來大量溫暖的水汽，波羅的海地區大風造成2人死亡。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首先受影響嘅挪威和瑞典帶來大雨，造成大水和土石流。God grunnberedskap i Norge, og samtidig så er det jo en kjensgjerning at vi kan komme til å oppleve mer ekstremvær, mer uvær og mer uforutsigbart vær i årene som kommer. For regjeringen har det vært viktig å jobbe med å forsterke beredskapen de snart 2 årene vi har styrt. F.eks. Sivilforsvaret, som er en så viktig ressurs. 瑞典一个河川发生爆发崩起，出在度假胜地奥勒士镇拢淹去，地大城哥德堡港口大部分地区也拢淹去。这礼拜天气按算会阁继续几日天。瑞典甲挪威拢发布上悬顶级的红色警戒，要求民众若无必要避免出门。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再来关心在地新闻消息，伫新北市的南口有一间车行去互人开枪恐吓，原因是债务的纠纷。也毋过，这个讨钱的人煞毋知影讲，其实这个车行已经换头家啊，所以因根本就是找毋到人。目前警方是已经抓到5个嫌犯。另外，伫新北市的新店是有轿车拒绝警方的临检，结果煞去弄到过路人。警方伫咧新店市向警车警示声立车，因为头前这台黑色的轿车该查检无爱停，抑阁吹油门逃走。警方用无线电同步斗相共抓，也毋过这台轿车为着要逃走，也无阁有人伫咧过斑马线直接弄过去，造成42岁姓吴的女子倒脚骨断甲真严重。发现一部车牌与车体明显不符之可疑车辆，遂鸣警报器予以拦查。该车拦查不停。本所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并持续尾随待机。这台黑色的轿车车身甲车质无符合，沿路弄货车过路人，搁弄着小客车，而且一直换车牌向桃园的方向逃走。要让警方伫咧大溪找到被弹掉的车，也毋过已经无看到人，但是已经锁定嫌犯的身份。另外来看，同款是伫新北市的南口，警方将嫌犯押上车。南口一间车行前几天互人开几落枪恐吓，原来是进前的头家欠人钱无还，这次毋知已经换头家来遮开枪示威。警方依照上诉抓到5个人。本分局日前获报一起持枪恐吓案件，经查是本辖某车行前老板积欠赌债10位处理，债主不满持枪上门恐吓。警方查到4支长底枪加1支电步枪。
信头依照违反正泡大桥渡海管制条例，也有恐吓罪移送法办，并且继续追查钱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白鎏级的游船伫顶个月高雄外海沉落去了后，到今呢已经是第21天。昨派人去检查船的状况，加在并无发现新的漏油的点。即马港务公司是要求业者要来提出委托证明，互人来帮忙抽油，若无就依法代替处理。甲苏村内底伊也破出，设备当到西外，比如一天赛轮顶个月2日伫高雄港外海沉落，到当已经第21天。海事工程公司找到下晡探海上平稳，搁再派人冲落水底检查现况，观察到新的漏油点。没有发现重油的一个漏油情形。那原来在透气孔有轻微渗出的部分，昨天在检查过后也已经做必要的处理，减少这个渗出的状况。天赛轮沉船了后，大量的空货柜市加漂，乌油外泄期间都拄着风台，互台湾港务公司甲海保署为着清理无用气气，船头家煞到车尾才提出抽乌油的计划。为了确保计划会当落实，港务公司要求船头家10日之前提供委托契约证明。如果船东没有按港务公司要求的这个期限提出合约的相关文件，港务公司这边就会依照上港法来代为执行。甲船好起来，甲抽油等等的费用超过要开3亿。港务公司表示，已经委托律师收集相关文件，无排除跨国提告甲讨赔。海保署嘛已经开出3张计共190万的罚单。船舶所有人虽然在8月8号已经有提出抽油计划，但该计划尚需补充委托厂商执行的委托书。船舶所有人如果没有办法在期限内完成补正，那本署将依法按次处罚。若天赛轮沉船原因甲停船进程是安怎长时间停伫高雄港外海等疑点，目前航港局甲高雄地检署拢等咧侦办，希望会当经理清真相。记者陈焕武考证船高雄报道。台东美丽湾度假村的 BOT 建案，即马是由县府以6亿外买回来，为着要活化这个空间，县府是鼓励民间做伙来投资，以文化教育来做目的。也毋过，这当中有含大美的项目，所以互环保团体来质疑讲，这个停事敢是有问题。台东县政府甲美丽湾度假村买倒来2年，政府甲改名号做三官湾。环团伫最高行政法院判美丽湾违反权评了后，一直呼吁要甲海沙堡这栋违法的建筑甲拆掉。不过，县府已经合法建造甲使用执照，依法是合法的建物。这个月7，国公告三官湾建物整改修建营运移转投资案，鼓励民众投资，征求投资人以文化教育目的营运。不过，其中包括大小的项目，规范会当伫总楼地板面积的40%，加做大小使用。县府强调讲，会要求投资人符合计划目的。我们县府这边会有一个甄审小组，也会针对他的计划去做审核，是否有符合我们这个文教设施的公共建设目的。我们是按总楼地板面积的40%，那这个就是最高的限制，不能再多。环团表示，美丽湾度假村权评违法在先，即马搁以文化教育要加做营运的扛棒，而且搁会当大俗，等于是互美丽湾度假村换一个方式继续运作。县府可能搁一届违法。违反房评，那如果你今天又允许这个别的业者来这个地方可以经营这个原来的项目旅宿业那我觉得这个是已经违反那个环境正义的。环团强调讲，美丽湾建物有5000多平，40%加做大俗，都有2000多平会当运用，等于是伫海线第100旅馆。文教使用可能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个借口。不过，县府强调讲，投资人经营的项目，县府拢会保留最后审查权，而且会严格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保育类的动物石虎，伫咱苗栗、台中、南投拢有族群，只是讲目前这个数量也无介稳定。另外呢，民间团体最近是伫台南的詹文溪的水尾做调查，结果煞无想到讲有去翕到石虎，这也是让17冬了后，搁伫台南来记录到石虎的影像。画面中方一只动物仔真细腻，软过草坡，短短4秒钟，搁扭近一点看，经过确认，这真正是石虎。翕到石虎的地点位伫詹文溪水尾的高潭地，时间是顶个月15暗9点38分。虽然只有短短几秒，也毋过离顶一摆95年，伫台南白河鹿寮水库记录到，已经过17年，才搁一摆记录到石虎出现伫台南。
其实就是一则喜一则忧。喜的就是说石虎这个物种还存在，但忧的是说这个栖地或者这个环境是不是能够让它立足生存。研究团队原本伫十门溪流域研究哪里，所以外翕到石虎，另外也翕到其他保育类动物，包括藏水马、鹈鸡。委托研究的林业保育署表示，4年来伫十门溪推动国土生态保育绿网计划，请第6号全球保留高滩地、草生地原貌，也鼓励农民友善耕作，为野生动物创造更加大的沙滩空间。我们透过这个曾文溪的一个流域的这个轴带的一个保护下来之后，那相对的不管是草鸮啊、白鼻心啊，还有一些穿山甲，都可以在这个轴带里面做一个生活。根据林业保育署监测，石虎稳定的族群主要分布伫苗栗、台中、南投，前几年是伫新竹、彰化、嘉义、南山出现。族群数量的幅度也未回稳，尤其伊伫浅山活动，更加会受到开发，造成生态地消失。农药未止药啊落实，加死过数的猫仔狗的威胁，互保育石虎的工作更加艰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咱伫个基隆的渔港有去救到一只保育类的海龟赤壳仔，民团呢是赶紧去甲救咧。经过3个月救治，即马恢复健康。这个赤壳仔嘛已经野放返去大海，另外伊的身躯嘛有到 GPS 继续追踪伊的状况。一大群人做伙搬一卡柑仔色的大卡桶，豆豆往基隆条景保育区去。大卡桶内底是今年5月，互人发现伫北投仔渔港浮沉一只受伤的保育类动物大毛海龟，也就是刺壳仔。罗北上高通知甲民间企业合作的海龟救伤中心治疗。我们收容了之后，做了一些基本的血液检查跟 X 光检查，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它在咽喉部分有一个鱼钩，就是金属物质啊，也有看到食道周围有一些小溃疡。那推测可能是鱼钩当时吞钩的时候造成的伤害。那后面就是我们就是少量喂食，然后慢慢增加它的食量。经过3个月的救治，恢复健康，保育人员豆豆啊，甲刺壳仔放入大海，刺壳就随收走，返去大自然。这只刺壳仔是由中华鲸豚协会通报的。长期咧帮助罕有动物救援的协会表示，伫北台湾因上接到石龟需要救援的事件，过来就是刺壳仔。那绿蜥龟10件里面通报大概是7件，然后带妹大概10件里面通报大概是占2件，有渔业活动缠绕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垃圾的问题、船只撞击的问题等等。协会表示，迄当时伫北投仔渔港除了一只刺壳仔，也有救援一只土灰鹅，但是野放了后，也是不幸死亡。这只刺壳仔估计野放了后，会返去北投仔附近的生态地，伫伊身躯顶也已经装 GPS， 落尾会继续追踪伊的状况。记者郭刘凯基隆报道。新竹竹东的市区呢，最近电火条是熊出现大量的影仔，民众对下骹经过，若无细腻，就会去互这个白色要去滴着，所以造成当地民众真侪困扰。影仔就停伫电火条的电线顶悬，数量至少上100只，而且愈晚暗时数量愈多。这些影仔的白色物，也造成竹东地区民众相当的困扰。他一天没有开走了，一大堆。我们车子会放，明天早上的话就是这样，哇，这个都大便。大部分是在傍晚时间，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因为吃饱了就要拉屎了，所以您如果避开这个时段，好，或者说在骑楼底下，不要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可能就会比较安全一点。专家讲，这款影仔的品种属是嘉燕，春天是嘉燕的探种时期。来到热天，嘉燕的幼囝已经大汉，目前是嘉燕准备往南的季节。那为什么集中在同一区？野鸟协会表示，这参影仔的食物有真大关系。幼鸟已经长成了，那就会有集结往南飞，准备要到比较温暖的地方啊，因为台湾的冬天还是太冷。那因为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蚊虫，好在。市区的路灯附近啊，那电线就是他们的一个休息站。专家提醒，嘉义经过台湾时间真短，希望大家爱好好爱惜因，千万唔通去交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台南的西港国中是用台语来结合传统文化发展特色的课程，老师甲学生是用在地的金狮阵甲水牛阵结合科技来做出真特殊的艺阵仿生秀，咱做回来看。 顶头定定地标有拢看会到，毋过大家敢有看过艺阵仿生秀呢？这代是西港国中的学生伫咧休热时所做的成果，因用西港在地传统艺阵、金狮阵甲水牛阵结合现代科技，做出精美的机器。规制作对头到尾拢是学生的创意，先用黏土捏出因对传统阵头印象，形体做好了后，佮甲固定伫咧机器模型顶头，大家拢真认真拼死要做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为着要互佮成水有定，所以阮就想讲来做的这台机器人内底。石头我们是用粘土去呈现，把它呈现出来，然后还有用一些就是奇异笔去把它画出来。 互囡仔更加了解西港在地文化，囡仔拢做有兴趣，嘛做了真趣味，因都会比赛讲送做了上成、上水、上拍。西港国中夏季落校的课程，头家以挂乡文化做主题，除了做仿生秀，老师嘛带学生做金狮阵狮头，佮编一首艺阵舞蹈。伫咧要开学之前，引起西港挂乡的起源地庆安宫，甲时代交流，分享成果。 真有创意啦！啊，其实自从我来庆安宫，就拢一直咧推展这个物件，将这个文化甲因杀出去。校方表示，这个课程专定用台语，佮结合在地文化，主要是要互学生对在地西港挂乡有进一步认识。未来嘛，拍算会规划一系列的课程，互全校的学生来参加。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 台北的少年教会长期以来拢咧推广台语，今年热人也有办一个营队，这内容是真丰富。热有真侪营队，长期推广台语文的少年教会，嘛有举办营队，而且上传台语来进行。 囡仔人对老师咧唱台语唱诗，谱顶边的歌词也有罗马字。教唱歌的老师是表示，这个囡仔是拢学足紧的，短短3工就有法度把台语的唱诗唱出来。因为即摆足侪人袂晓唱台语，袂晓唱唱诗，其实这个囡仔拢足紧就学着啊。因为这个囡仔拜较开始教，一日40分尔，啊今日拜3嘛，啊你看因拢唱足紧的。 毋若唱歌，阁有做手工。今仔日做的是一对搁一对的花。你今仔日讲啥物花？沙蒜花。啊，你的花敢有水？水。啊，你感觉这敢趣味？趣味。啊，你的花敢有水？有。你的花是啥物色的？粉红色。牧师讲，教会一直真注重母语的推动，会办这营队是为着予囡仔自细汉就会当接触母语。阮是感觉讲啊，教会伫即个部分有责任。 应该爱来帮助这囡仔当自细汉就学习这个家己的母语，互因更浸伫这个规个拢是台语的这个环境中间，安尼自然而然就比较较容易学习到正统的台语。这个营队有一礼拜有学拼音、朗读、广告、唱歌、做手工艺，因为活动的设计是真活泼，所以请真侪囡仔来参加。逐年拢真热门，今年嘛同款。 全台语的营队嘛，互囡仔更较认捌台语。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伫法国南部的城市马赛，这个所在是出现一个真特别的睡厝平台，毋但会当睡到较俗的房间，这个厝主呢，佫会亲身带你出去旅游，亲入体验在地文化。伫个真出名的旅游景点，卖少厝头家会甲家己空的房间，或者是无咧住的厝，空起 Airbnb 租互旅客来增加收入。 因若伫法国南部的城市马赛，当地有一名居民，电脑是要加入这个国际订房系统，是另外家己创造一个合作平台，北方饭店，用小个大碗的介绍，甲房间租互旅客。还有一个特色是厝头家会甲旅客做伙住，安尼会当有更较侪时间了解在地文化，互旅客会当好好了解马赛的生活，认捌这个城市。Ça va de la petite chambre, moi je crois que c'était c'est petit, puis c'est vraiment chez moi, mais on a tous un point commun. C'est qu'on est passionné par ce qu'on fait. Voilà. Et passionné donc par notre quartier, par notre histoire, nos histoires, et par la rencontre, le partage avec les gens. 另外，旅客嘛有机会参加着暑假界散步的活动，在地人希望透过更较侪实地的了解，
来改变旅客认为马赛都是毒品，甲犯罪率真悬的刻板印象。目前有20间大宿加入8项饭店合作平台，大门价销为15块至80块的欧元不等，差不多是台票522块至2700。Et tout ça, c'est voilà, quand on rentre dans une hospitalité hôtel du Nord, on est accueilli par quelqu'un. Si vous avez envie ou pas, hein, elle peut vous raconter son histoire, elle peut vous mettre en relation avec des personnes, etc. 8项饭店无评分的制度，嘛毋是顾提供一间房间尔，是希望有更较侪人甲人的互动，互旅客住宿更较人性化，毋那是一项商业活动尔。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下半晡的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外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